易筋經係我國古代流傳落嚟嘅健身養生功法，千百年嚟深受廣大群眾所歡迎，有着較大嘅影響力。易筋經所創何人？歷來眾說紛紜，大多數認為係少林寺達摩祖師所傳。達摩為我國禪宗初祖，近年據現存最早嘅12世版本及經多方考證後，認為易筋經本為秦漢期間流行嘅導引術，被少林僧侶改編於唐宋年間，藉以活動筋骨、習武強身。喺呢個過程裏面不斷修改、完善、補充，令佢成為一種獨特嘅習武健身形式，並定名為易筋經於習武僧侶中秘傳，直至明代開始流傳於民間。喺流傳嘅過程中，少林僧侶起咗重要嘅作用，而其後大眾認為呢一種講法係較為真實。易筋經中嘅易有變異、變化嘅意思。筋喺中醫學中係形體中嘅一類，剛勁有力嘅條束狀組織，包括咗現代解剖學所謂嘅肌腱、韌帶同埋筋膜，有連接關節及協調運動嘅功能。經為專門描述某一事物嘅典籍。易筋經係側重中醫陰陽五行學說，通過12勢裝飾及動作嘅鍛煉，對經絡臟腑進行良性嘅刺激，練就充盈內氣，使經絡暢通，氣血調和，達到強身健體嘅目的。其特點係生筋拔骨，剛柔相濟，動息相融，以形導氣，係一套有效嘅傳統養生、健身、防病、益智嘅功法。
熱身動作指引：練功前進行一啲簡單嘅按揉、拉筋動作，可減少關節、筋、肉嘅扭傷，同時可逐步令身心鬆弛，使練功嘅時候更容易進入鬆、靜、自然嘅狀態。熱身動作係一套簡單嘅保健按摩功，以自我按摩及關節運動組成嘅功法，簡單易學，適合不同體質嘅人士練習。亦可作為其他功法之預備功及功後整理運動。長期練習可疏通經絡、行氣活血、健身養生。呢式嘅動作咧，雙掌合十於胸前咧，兩邊嘅勞宮穴相對，形成咗一個氣脈嘅環流。第二方面咧，可以平衡左右嘅氣機。呢個膻中穴咧係人體嘅氣匯穴，有理氣安神嘅作用。合十於此咧，可以氣定神斂。兩臂平開咧，係一個擴胸嘅動作。呢個咧可以暢通呢個心肺之氣，改善呢個呼吸嘅功能，同埋咧加強呢個氣血嘅運行。另外咧，四肢咧係呢個經絡嘅起處同埋末端，足趾處地同埋兩臂平伸咧，係有利調動十二正經嘅經氣嘅開發。呢個係一個上舉下撐嘅動作，力周腿協。咁呢個咧可以調動咗呢個少陽三焦經嘅經氣。咁第二方面咧，因為佢將個全個身體咧就將佢撐到去盡晒佢啦。咁咧其實咧喺個撐嘅動作裏面咧，係將三焦裏面嘅個臟腑咧係進行一個有效嘅按摩嘅作用啊，可以激發臟腑嘅功能。另外一點咧，佢係意上天門貫注雙掌咧係乜嘢呢？天門其實就係兩眉中間呢個位置叫天門，其實用一個意上法，就唔係真真正正岳高個頭，係意上通過天門去貫注雙掌，咁樣呢，可以使到形與神合，
達至全身上下氣機一體。呢式嘅動作呢，目視掌心，意傳命門。後手呢，呢個手呢係貼住呢個命門，係將剛才呢1、2、3三式裡面呢開發起嘅真氣呢，將佢係傳入命門，係激發陽氣，激發同埋振奮陽氣。咁另外呢係有強腰健腎嘅功效。呢式嘅動作咧，主要係四肢嘅上下協調活動。佢通過四肢嘅旋轉伸拉，牽引咗咧筋膜同埋筋經，從而誘發起呢個經絡嘅經氣，係調節呢個臟腑嘅功能。呢式嘅功法特點咧，佢主要咧係展肩擴胸，將個肩膊展開去擴胸，咁樣咧呢個係增強呢個肺臟嘅功能啦。第二方面咧，佢呢個立掌於你雲門穴，雲門穴係肺經嘅氣穴，咁加上咧一個出嘅荷葉掌嘅推翻嚟嘅，好似潮水咁樣流，其實咧就係一個氣機嘅好好嘅開合方法，有利呢個氣機嘅開合。